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用这个回收的材料来做佚佗物啊，也就是来加纸，也就是来拍干乐。安尼美术课是毋是真新式、真趣味咧？带你来熟悉教育界的老顽童，这位退休的校长吴望如，伊伫咧美成国小做校长的任内，大力推动着拍干乐，进一步互美成国小将做特色的小学。退休了后，成立着新北市艺术教育亲近协会，号召着退休的校长甲老师，以及现职的少年老师，深入着偏乡推广着美学教育。除了陪囡仔发挥着创意，更加希望甲艺术的种子也伫咧台湾济角落。哇，这形状就出来了，有没有很漂亮？校长的课会让我感觉到美术更有趣。我是牛魔王。我认为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是扎根在孩子的心里的，那他可以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不一样。我是老顽童校长吴望如，我最爱带着孩子们一起玩艺术，因为小孩子每一个都是天生的艺术家。要见面了，对不对？我们这个礼拜见面2天。小朋友早安。我们今天要来玩纸，第一个就是弯来弯去。听到校长讲，今仔日是要来带大家耍，学生啊比上课更加专心。我就要剪1刀，第几刀？2刀、3刀，我要继续折，对不对？所以呢，哎，蝙蝠你怎么知道是蝙蝠？这么厉害，看得出来。这个有没有很可爱5岁10色的色纸刻真侪花草，伊是退休校长吴望如。人拢讲这位校长老人囡仔性出头真多。鸟的翅膀是不是有羽毛？好，我不要这么大，我只要剪这样就好了。好，剪完了。这鸟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然后这只鸟会不会飞？你看。60岁吴望如为教册退休6年，颠倒无用弃置，为了推广艺术教育，直接站出来教学生。要让美劳课让孩子这个创意就是无所不在，然后他们觉得没有受拘束，没有受限制，没有错误这一回事，也没有画错这一回事。只有你有没有把它完成这一回事，那完成的好不好也不重要，因为美术课它跟国语课、数学课不一样嘛，它没有对错嘛，它没有标准嘛。想看看你怎么样可以跟别人剪不一样？我要你跟别人剪不一样，最厉害的就是你独创的。看一下这个小朋友，你看他把它剪成一条一条哈，然后把它翻出来，像长毛的，很棒哦，给他鼓掌，很好。动脑筋，好大变创意，囡仔正做家族歌手，教室亲像变游乐场，大家笑嗨嗨，生个真欢喜。望如校长他在上课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都会用玩的方式带小朋友来学习，所以我觉得只要是玩的开始，那小朋友就会很乐意的，就是很主动的会想要知道到底今天要玩什么，所以他们的学习动机会变得很强烈。我的核心价值，我觉得说，当一个美术老师，就是要让每一堂美劳课都让孩子玩得很快乐，让他们觉得美劳课是可以把他们的创意，然后这个无所不在的把它表现出来。我要给你们看一些陀螺，都是你们没有看过的。这个我知道，这个也看过。你看这用什么做的？这用瓶盖，还有用木头，比较特别的在这里。为什么这种陀螺很难转起来？有没有人要挑战？讲伊老人囡仔性无咧转，40岁吴望如等于宝贵收藏，学生啊目睭闭甲真金，即马电动对因来讲无啥，校长这门课才是囡仔的游戏世界。哦，不错不错不错，很棒。我觉得陀螺比较好玩，因为在别人面前打陀螺，感觉还蛮紧张的。然后成功的时候呢？很欢喜。所以你觉得打陀螺比玩电动好玩？我觉得铜腕比较好玩，因为它就是
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手法，像是刚刚玩陀螺好了，陀螺它就是用绳子丢出去就好了。但是因为战斗陀螺那一种，它就是很多诡异的机关。我梦想想要收集陀螺，拿起来了，也跟校长一样。我家有很多陀螺。校园里处处可以看见艺术的巧思，而且不止大关国小，在吴校长的推动下，隔壁的大关国中还有华侨高中，整个区域都是大关艺术教育园区。退休了后的吴梦如校长成立新北市艺术教育亲近协会，招一群爱美术的退休校长老师，还有在籍的少年老师，作为推广美学教育。我既然累积了30几年的经验，我是不是应该透过退休之后，我不用去管这些行政事务，我不用去管学校的事，但我却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把经验写成一本本的书，我可以带这些老师做教材教法的开发，我可以带他们去探索体验各种教材的变化，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应该是我的责任。今晚协会已经有160多个成员，无定期去各县市的增考学校，教囡仔抓鸡，或者是帮画创作，和艺术教育重点伫咧偏乡学校。我有跟校长一起到澎湖的七美国小，对，去做访视，因为他们平常可能就比较没有比较专业的美术老师进驻在他们学校，所以当有这些就是比较专业的艺术进来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兴奋的，然后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冲击。这个作品呢，本身是用环保回收物在利用，然后制成的。其实它带给孩子的概念就是，我们希望他可以从生活当中找到可以创作的素材，不是所有东西都要用钱买的，而是可以去发现美，然后创造美。若是用心，废弃材料卖当变成金，这个精神无分世代，用教育无形传承，让学生知影通珍惜。今仔日当来五华国小，五华国小的囡仔拢少高水的，所以就要演一出布袋戏，互因看。我是独孤求败。我是独孤求胜。不管去倒一间学校，吴梦如校长拢是囡仔头王。一讲伫咧五华国小，伊要教囡仔用纸袋啊做布袋戏红啊。我是牛魔王，对不对？可以吗？不然他说，好，我是蜡笔小新，那绝对不是蜡笔小新，对不对？星期二的时候，我妈买麦当劳的时候。所以留下来做废物利用。那你们觉得这堂课蛮好玩的？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满意吗？喜欢吗？满意。跟平常上课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可以自己做，然后是发挥创意的，对不对？对。我们一直在制造很多环保垃圾，那假如这些要回收的东西能够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文创产品，那么可以送给来宾。或者是展现孩子的创意，或者是跟美劳课做结合的话，那不是一举多得吗？所以我就开始去把很多回收的东西，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做。在伫咧北里观音山脚瓦淡水河，新北市美城国小规个青片片。人讲上瓦都市区的新任国小，嘛是全国8大特色小学，伊嘛要面对囡仔生少爱减班的问题。那时候的米仓，他真的就是面临了一个学生流失的一个问题，蛮严重的。校长他是从活动开始，然后呢去做环境的一个营造，再来就是做课程的深化。他逐步的就是把学校的整体老师就是带到一个特色小学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那也就是去引导老师跳脱那个传统教科书教学的方式。特色学校定义是什么？因为我认为很多学校它是有一个球队，或者是有一个棒球队，或者是有一个篮球队，或者是有一个游泳队，或一个弦乐团，或一个国乐团，他认为这是特色。那我不认为那是特色，为什么？那个是把多数的资源用在少数人身上。特色的定义应该是全校全部的人都能够达成的，那个才叫特色。美城国小办乐队于1998年成立，2006年吴梦如做校长了后，甲学校打造做动员梦工场，发展干乐特色的课程，全校的老师学生全拢会晓顶干乐。校长嘛定整理学校环境，让美城国小的名声透行城。可能是学艺术吧，他的眼光就特别的独到。像我们来了那么久都没有发现说，学校是那么
那么好玩有趣的一个地方，小孩子就可以陶醉在这个那么棒的一个环境里，我想对他们的心灵上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虽然经过10多年了，不过吴校长当初规划的装置艺术还留在米仓国小，像是这个也是废材利用，您看得出来吗？它是木头电线杆做成的。吴孟如校长用心经营，米仓国小为本来12班增加到14班，继续做校长了后，开发米仓的生态教育特色。今晚学生的班级已经有17班，人数超过300个人。学校没有特色，家长他就不会想要进来。好，那再来，老师们的动能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最满意留下来的就是给孩子一个没有学习压力的校园。这个是我觉得我有达到目标。我觉得艺术教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弹性的学科，尤其现在就是12年国教小朋友在美术里面，他学的不只是美感而已，他还可以把他平常学习的各类的学科做一个就是横向的连结，对。这是我觉得，就是美术课可以带给他们就是无限可能的地方吧。我认为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是扎根在孩子的心里的，是一个自发性的，就是以后呢，他长大之后，不管他是不是成为艺术相关的工作者，那他只要有美的种子在他心中，那他可以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不一样，那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本场传教功夫嘛传承各有理念，吴孟如甲大家认为废材正做特别的佚佗物仔，互囡仔伫咧游戏内底学习，找美术的趣味。伊嘛找专业的老师去偏乡教册，分享艺文资源，伫咧台湾每一个所在，互艺术文化会当搁一摆兴起来。